我来乡亲啊，咱先来看这件个社会消息。这个桃园的警方昨日咧指挥交通的时阵，发现一个驾驶沿着中正路往市区的方向，一直咧二喇叭。远警都甲问讲，是毋是需要协助咧？结果这个驾驶竟然甲警察叫，警察要求伊就爱落车接受检查，一路离境。 竟然来抓警察的手，搁来算警察的颔棍，热心的民众赶紧来斗相共，才甲压制。民众的手脚翕到有一个查甫人，穿甲这个远景的 QQ66，出来双手就将伊的颔棍甲吹掉咧。现场的人赶紧去解围。真无简单，才将伊压制伫涂骹，掩过这个查甫人的情绪依然是真无稳定。 后来支援的警力到遐，将伊带转去警察局。是讲这查甫人被带转去警察局的时，依然是一力量。这个代志发生伫昨暝，一个远警发现一个姓林的驾驶沿着桃园中正路往市区方向一直二喇叭，所以讲想要甲问看卖，敢有需要协助？想要到呢回骂，远警要求落车。这个姓林查甫人向失控，用手将这个远警的颔棍啊吹掉咧，加在为民众的协助，顺利将人带转警察局。经过测试，这个姓林的查甫人无啉酒，不过精神状况唔是真好。针对攻击警察这个行为，伊讲袂记去啊。 专案依然依法侦办，加在这个关键，敢若是着轻伤尔。即嘛，互人看到讲，警察伫执行勤务时，风险真正是有够大。